近闲来无事，连个男人都没有。追番分享可为姐姐排忧解闷。追番长得帅不帅？是动漫追番，听说最近开播的《补心司》里倒是有很多帅哥。你好好养伤，我去点追番。在你身上有神秘的力量，穿过人群昂扬，用你想象定格每一道光，在黑暗中释放。我的一切都是肮脏，外人看似仓皇，你的周围出现光芒，转身变换了模样，冥冥中种下了坚强。如果我有力量，任我横冲直撞，连踏世界的荒唐，迈向成王。记住，咱们的目标是头筹。好大一桌！不会是殉情吧？哎呀，不管了，救人要紧。居然是个女人啊！天下负心汉，何其多也！还活着，年纪轻轻就跳崖，为情所困。好歹也是有男人喜欢的吧？有男人还跳什么崖？你要是个男人该多好！算了算了，发发善心，带你下山吧。阿泽，老夫邹阳，隐居天中山。你我有缘，便救了你。多谢先生救我，可曾见过我的同伴？莫急，他就在旁边的洞穴内，刚刚苏醒，也是先问起你。那就好。师傅。你醒啦？
是姐姐救了我。请问姐姐看到我的2个同伴了吗？2个男人？是啊，他们一个生得俊俏，性子乖张，另一个不修边幅，性格豪爽。姐姐可曾见过他们？为了2个男人跳崖殉情，好刺激啊！我姓莫，单名一个玄字，墨家子弟。你面具上带着锁，要不我帮你摘下来？就这种锁，我一炷香能开180个。气死我了！看我的绝招，先用小锤抠缝，再用大锤搞定了。莫玄姐姐的救命之恩，若儿感激万分。命是你救的，你要我脑袋开花，我也不怪不怨。唉，你要找到2个男人，眼看着你坠崖，对你那么坏，你也不怪不怨？才不是，天行哥哥对我很好，我是被坏人推下山崖的。哦，原来你喜欢的那个叫天行？没有。另一个哥哥叫什么？秦泽。秦泽？是那个生得俊俏的？是那个不修边幅的。哦，他当山为曲？这是。好，你好好养伤，我去找男人。不修边幅也不错，墨家兼爱，不能太挑。死里逃生，还能吃到这么有滋味的烤羊腿。为什么不吃？乡下主公很弱儿，你还有心思吃？不吃，怕是连救回主公、替若儿报仇的机会都没了。是到就杀，杀到王家，主公就活了。灭了王家，若儿的仇就能报了。王家家大业大，此事需从长计议，万万不可冲动。俺是秦人，秦人有恩必报，有仇必还。秦兄弟莫急，徒有决死之心，却无复仇之力，岂不白白送死？那要拼死试试，不然对不起彩薇。忠义可嘉，老夫可将一桩大造化送你。大造化？老夫有一块天降奇石，可赐予凡人异能神通。只要你们得了这造化，便有了复仇之力。我2人先前所遇的怪物，先生可知？当然知道，那便是老夫用陨星异法改造的古猿。它是何等厉害，你们也看到了。老头，那怪物力大无穷，一把就扭下了王琦的脑袋。可惜那怪物癫狂暴怒，毫无理智，最后爆体身亡。并非我不相信先生，只是先生为何如此帮我们？你们恨豪门氏族，我更恨。他们灭我阴阳世家，占我家园故土。老夫虽有报仇之心，但普天之下，动用一心之力者仅我一人。老夫断然不敢去冒这个险，便暗暗发誓，定要将这造化赠予有缘之人。看看这世道，因为这些豪门氏族的迫害，平民百姓永远只能如猪口一般，这是何等的不公！你们2人又何尝不是受了那王家的迫害？不错，老头你说的对，只要能为主公解决麻烦，报体2王我也接受。那怪物身上还穿着衣物，当真是怪物。天行，你一向心思缜密，便不要赌上性命了。我一个人也。你我兄弟2人，从小到大不分彼此，这件事我们自然是一同承担，有生共生，有死共负。
敢问宗师，骑士在哪儿？时机到了。陨石乃天外来物，能够开启异能，赐福神通。但异能神通因人而异，一旦成功，要对抗那些豪门，易如反掌。老头，开始吧。好，你二人分坐这两处。开始，无心人定，神经保佑，烽火在前，趁轻居后，夫君真行，一律奉行。将至，生死机缘，全凭造化。神长，接引行礼。撑住！这是最关键的时刻，只要挨过去，便有大神通。移形换道，以长空残卷参悟，以角木火入防水不得，辅以阴阳调和，还是差了些。如今以阴阳五行轮转之阵相克相生，难道还是不成？如今连这干星石也光彩耗尽，难道真是天要灭我阴阳之志？上苍，你待我不公！上苍，你待我不公啊！老头，接着。这是停滞时间，静止万物。天行，我能势如疾风，快如闪电。成了，成了，终于成了！成了！终于能开始计划了。来看看，这贴什么呀？看看。一个英俊乖张、
一个不修边幅，周天行，秦泽，是他俩，没错了。果然不出你所料，王家居然悬赏通缉我们，我定要将他狗头领下来。走吧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采薇，我给你贺喜来了。晨风雨着分妆，不顾心之伤。寒光贴衣苍苍，冷血暗宫喷张。剑舞旌旗飘扬，乾坤人自翱翔。蓦然回首，月下孤影仓皇。专注歌影红妆，想洒下月光。宁愿尘缘散尽的彷徨，黑暗深渊凝望。女红披上戎装，许诺是假的荣光，是以为所是担当。爱与情何以问，生死何以吞？危急情缘长存，没不再待重生。愿逐歌诉红妆，把酒当月光。哪怕尘缘散尽，心不忘，舍身奔